喂？什么？哪儿啊？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聪明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他跟我说他出车祸了。人命关天，赶紧去啊！但是现在这个点高峰期肯定堵车，我有办法。喂，老方，我要发一个急件。急件？哎呀，兄弟，我只能给你送到这儿了，后面这块区域啊不归我了，你就跟着我这兄弟走，他保证给你送到店儿，啊。慢点啊！大哥，这车颠吗？你没事吧？哪儿受伤了？脚。脚啊，脚我就不看了。郑宝珠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没受伤就不要骗我过来。走了。迟梦，你别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自己崴的脚，含着泪也要给我走回去。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，你为什么都不承认呢？你说我在乎你？对啊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城北，现在是晚高峰，车况一定很糟糕，而你却在半个小时内赶过来，你还说你不在乎我？哎，你非要逼我把话说那么清楚吗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本来呢，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告白。我呢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，在新的感情出现之前，我一定要处理掉旧的感情垃圾。现在新的感情出现了，所以我当然是要来处理旧的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女人，懂吗？你上次怎么说的？对不起，郑小姐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被那个郝聪明给迷惑了。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背影，的确是梅克兰梅的郝聪明。这世上最恶心的事情，是前男友找了个处处不如你的现女友。开车。是。天菜，天菜，你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也不知道你和前女友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。笑笑，喂，聪明，我现在马上过去找你啊。不用了，我马上就要回家了。关于前女友的事情，我想我已经处理好那些感情垃圾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郝聪明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现在就要跟你在一起。喂，聪明。怎么关机了？果然，前女友是不可战胜的。喂，我的行李呢？
你不是打电话说在你这儿吗？你喝酒了？根据女佣雇佣合约，你不能喝这么多酒。看样子，你做个女佣都不是个合格的女佣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就是做什么都不合格。你说过，一个经常性跳槽的人，要么是非常有能力，要么就是极度平庸。可能我就是那种极度平庸的那种。我好聪明，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。郝聪明，你发什么酒疯？赶紧给我醒醒酒去！我明明没有抄袭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说我抄袭，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？你们还骗我！明明有前女友，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？你告诉我，你说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进来。老板，这儿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哦，金秘书，你让兴盛珠宝公司的前负责人过来见我一下。您不是一直都很少管兴盛的事儿吗？是的，我现在就去。陨石系列要上市了，可是池氏集团没给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说设计稿的归属问题。这可是我作为珠宝设计师第一次设计的稿件，唉，心情真是糟透了，还要被下放到商场做民调。不过也还好了，趁机看看客户们都是什么需求。陨石系列谁给你的？是设计部研发的。你要知道，你自己坦白跟我查出来，两者的待遇是不同的。发生超级事件后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暗中打听，查到的是郑宝珠小姐的助理，就没敢接着查了。金秘书会对你做新的安排。出去。池总。聪明，聪明，池墨，你回来了。池墨，哎，聪明，你别喝了，你怎么喝酒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要你管。池墨，你这个大坏蛋！明明是我的设计稿，你非要说我抄袭，还搞什么女佣雇佣合同，说什么保护我。要不是你要追查什么车祸，我至于被别人跟踪吗？聪明，你说你跟池墨一直住在这儿？池墨，你个王八蛋！对我的女人打主意。
长得好像小小啊，只可惜你不是他，可惜他还是别人的前男友。聪明，没有啊，我那天还有话你没听到啊。我那天说我要处理好以前的感情垃圾，重新跟你开始，但是你也不接电话，你还跑到这儿来，自己在这儿喝闷酒。聪明，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？啊？我昨天晚上喝醉酒，是不是跟迟墨说了什么？shit！ 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发明，没有之一。哎，表哥，你站着干嘛？过来帮我弄弄啊！我就是，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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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金秘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？按照您的吩咐都已经办好了，可是您确定要这样做吗？你有异议？啊，没有没有。Let's go！ 走啊，快点！哎，聪明，来，聪明。哎，你坐啊！你怎么了？冷啊？那个，你去把空调关小点。好，对，把空调关小点。啊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要给郝聪明女士开一个道歉大会。什么？道歉大会？我又做错什么了？就是表达我对你最真诚的歉意。金秘书。这个呢是我亲手写的道歉书。陨石系列确实是我们无耻的剽窃。是撞车头一次。你不舒服啊，金秘书啊？没有。我今天来，不仅把陨石系列的创意还给美克拉美的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女士，恢复其名誉权，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，我们迟氏集团全部赔偿。我迟墨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为难郝聪明小姐。你真的是迟墨迟大爷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那你会不会后悔啊？这件事情，段经理不为他在意细节。迟氏集团将发表声明，陨石系列的创意归美克拉美。当然，由此造成的损失，我们迟氏会进行赔偿的。至于其他的嘛，我想我们都是生意人，
总有合作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您说的有道理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对哦，不能后悔。哎，这样，我来教你吧。你拿着这个，我们拍一张照片作为物证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来给我拍。哦，你快点啊！来1、2、3，好了。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拍脸啊，脸。我想想啊，哦对，手机给我，我再录一段视频，好不好？关于陨石系列的事情，确实是我们池氏集团无耻的、不要脸的抄袭人家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小姐，所以对此我池墨感到非常的歉意，我真的是太不要脸了。金秘书，你要是真生病了，你就去看病啊，免得外人说我们池氏集团虐待员工啊。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对付你自己吗？哎，你不用管这些。这样吧，大家都来合个影吧，快点，就是你，还有你啊，你来拍，来。您请。不管他是没吃药还是吃错药，终于还是还我清白了。加油，好聪明！今天我一定要跟好笨蛋完成我的告白。小小，聪明，我们和好吧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送你回家啊，好不好？你帮我拿着吧。先生，您到了。嘘，师傅，不好意思啊，让这位小姐再睡会儿。那个表你就照打，到时候多少钱我照付就是了。谢谢。进来。老板，您昨天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怎么黑眼圈这么重？没有。金秘书，我问你啊，我昨天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啊？您为什么这么问？哦，是关于美克拉美珠宝设计师郝聪明的那份道歉信。您昨天好像喝多了，非要给郝聪明开什么道歉大会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，您还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。我一怂，我就没敢问您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您这是……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哎，好嘞。怎么样，英明神武的我替你洗刷了一个未来明星设计师的冤屈，剽窃案就此结案。池小沫，我办事儿您还满意吗？果然又是他。
我会找到让你不再出现的办法。这个身体是我的，绝对不会让你肆意挥霍。垃圾！迟到了，迟到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干嘛要答应这个混蛋搬到这个地铁都没有的地方？每天骑自行车上班，算了，我就当健身好了。加油，上坡，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怎么还有那么长？要不要我载你一程啊？你有那么好心吗？我才不上当呢！再问你一次，上不上车？谢谢你啊，我才不上当呢！喂，撞坏你车我不赔的！你别我干嘛？我说过的话不会说第二遍，不要惹我。知道了。哎，那我自行车怎么办？我会找人善后。马上找人把路上的自行车搬回去。对。池大爷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他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是吗？怎么了？就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我自己走过去。我送你过去。你的车太招摇，同事们会误会我的。停车！这不是吧？下车。要我说第二遍？哦，下，我马上就下。拿着。
太帅了吧！好聪明！可以呀！你什么时候傍大款了？这不是池氏集团总裁吗？好聪明！你换男友了？上班啊，上班！换的还是同款，你的口味真是相当的一致啊！明明可以靠男人吃饭，干嘛要靠才华？